做尾我有淡薄仔烦恼。是啥物烦恼？都前几工我啉水去砸着。阿狗，无代志哦。毋过我即马看到水就会惊。遮尔严重？对啊，我即马都毋敢去捌着水呢。唔对啊，你因为惊水，所以你拢无洗身躯，无呢。无洗头，无洗面。无呢。我嘛已经几多工无洗喙啊！哎呦，阿狗是太高贵，无怪哦，我闻到一阵怪味。我都惊水啊！无是要安怎啦？甲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收水衫，风拍鼓，乌人目镜。大姐，来看，爱搁炸啥物无？阿母啊，今一定要去海边，咱会使去爬山啊。我都甲你的好朋友讲好啊，带恁做伙去海边啊。也毋过我毋敢落水啦。哎呦，咱都是伫咧岸边耍水尔，阿母会甲你保护啦。啊，你摕这是啥？这是我做的纸红啊，我要早去海边，我做足久的哦。去海边耍水，无人咧耍这啦，你毋惊担去哦？好啦，要落水无在你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大家拢伫咧岸边耍水，你会照无聊哦。好啦，物件收收咧，较早困啦吼。明仔载早起呢，我先来困啦。阿母，这个人是倒位来的？他拄仔有一阵暗流，可能是对咧来哦。哦，伊敢若要精神啊哦！伊这是倒位啊？水，水，哎呀啦，我袂当喘气啊！我要，恁女有够高水的啦！他大足高水的啦。林雷，你有鱼仔尾，你是林鱼？对啊，你咸咸啊来海底，爱好好看卖哦。我会惊啦。来，我带你看，这是海玲，因甲海玲啊鱼是好朋友哦。这草花足水的，我来望看卖。唔通摸，因淡仔好好，莫共搅搅。而且哦，因唔是草，是动物。歹势。遮有海龟、海星、海豚，足够水的吼。哇，海豚真古水的。你好，我是大钱。小等下，爱尊重因。恁伫咧路呢，嘛袂凊彩甲人摸，对无？对海内底的动物嘛是共款哦。歹势。您好，我是大钱。嘿嘿，海底真水吼。我嘛感觉海真水，也毋过我会惊水。讲真实的，水一点仔都无恐怖，准备好你都袂惊。安尼要安怎做咧？头先速开，然后放轻松。豆豆啊来。我浮起来啊！我要游水啊！大钱，游水啊！你是讲甲戆神去哦？我当起来啊啦，咱要去遐耍水啊咯！你等我啦！我的游泳裤咧。伫海边上穿什么游泳裤？来去。你袂惊水啊？我也是淡薄仔惊啦，不过你有讲啊，爱放轻松，对无？我有讲。你也有讲，爱准备好。你这个灵鱼讲了真有道理。大海，我来啊！什么鲤鱼？大海。
洗尾，你鼻看卖，我已经洗甲真清气啊哦。真香！阿狗，你唔惊水啊？对啊，我即马连水拢敢啉安呢。啉水？唔对啊，敢讲你惊水，所以你连水拢无啉哦？对啊。阿狗，你安尼袂喙刀，你是安怎生活的？我就啉果汁啊。果汁内底嘛是有水分啊。迄无共款啦。看到这个乌影，你会想到啥？我会想到这无用的交通警察。看到这个乌影，你会想到啥？负责指挥音乐家。看到这个乌影，你会想到啥？你甲我问的是大人。两只海豹，高游水，高游水。一只目睭圆圆，一只目肚肥肥，要吃鱼，要吃鱼。两只海豹，两只海豹，咬只鱼，咬只鱼。一只身躯红红，一只嘴就脏脏，要攀日。要攀日，两只海豹，两只海豹，来攀日，来攀日。一只蓝蓝青蓝，一只白顶白当当桑桑，当桑桑。好，囡仔来哦，咱一项一项来介绍咱今日要使用的鱼餌吼。头一项代志，鱼餌要交伫所在，钩仔顶悬嘛。钩仔所以咱要家撩好，若无可能会交到咱的尻川哦。来，咱拄则用的这是啥？虾鳖，较罕咧有人用这啦，这一般人是用来钓迄个虾啊，钓虾啊钓的吼。因会穿这种物件，因互要赤尾青。第二种物件呢，竹蚌。小胖，我甲恁讲啊，这竹蚌有分，咱上好是去传统的蚌店去买，因为传统蚌店伊的竹蚌吼，伊较有梯性，咱交伫个钩仔顶的时阵，伊较袂散去，较袂落去，较耐捕。好，安尼咱即马要来钓鱼啊咯。阿川，你会钓竿里头？这是啥？水草啊，鱼仔会食这吗？会啊。但是是拿一个手摕这边，好厉害哦！然后安尼放开安尼在等，然后起来。若是鱼仔来的时阵，迄浮动就沉落去。水是冰的。哦，规个水面即马足热热的哦，迄鱼仔拢走来遮食恁饲的这种饲料。你有搁等落啊？阿胖，阮遮咧钓鱼啊，你莫伫遮好啦。可能阿公一直甲管仔弹落去。阿公，你莫搁甲管仔弹落去好无？不就？爸爸，我看到一尾金鲤。是哦。你敢要钓看卖？
钓鱼啊，就是要有耐心啦，豆豆等。哦，有啊，研究，研究，游过来，好嘞。小公你目骨向后壁，向后壁，向后壁，目骨，目骨。一点向后边，这点。好，你要叫我按哦，叫条条哦。安尼较紧。加油，阿公！加油，阿公！加油，来咯，我加油！我等起啊。你要甲伊翕相无？阿公甲伊翕相好无？我厉害！好，好，好啊。做伙讲台语，水草啊，水草啊，鸡鱼啊，鸡鱼啊，虾米，虾米，葡萄，葡萄。大家敢捌跟我同款行水咧？若是会惊，爱换一个方向去了解一下，无得卡你会看到无同款的世界哦。对啊，像我即马就真介意水哦。阿狗真哦，后一回爱继续收看咱呢。咿呀。